連粉啦，大家停一停低下。好，咁我哋好快去玩咗呢個小遊戲啦。知唔知點解要玩呢個小遊戲咧？同照顧有咩關係啊？合作精神。仲有冇咧？除咗合作精神，有冇諗起其他咧？好，大家啱啱咧玩個遊戲咧，咁咧即係除咗係咪好辛苦咁樣啊？啱啱熟同攞住個波嘅時候咧，好容易會跌嘅喎。係啊，咁咧其實呢一條路咧，一條路係啦，但係咧呢一刻暫時唔係好聽到，可能要拜託大家。係啦，我哋咧其實照顧咧呢條路就好似一個係啊，有長有短。嗰陣係咪使唔使小心翼翼去做㗎？係啊，要小心翼翼去做。咁咧就好似我哋照顧咁樣啦。我哋照顧嘅時候要啲咩㗎，葉生？我覺得係要時間嘅，係啦，因為咧照顧者嗰時候其實咧都係有需要嗰時候啦，咁我哋都要咧有好多耐心啦，同埋時間咧咁樣去照顧佢哋。係啦。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透過呢個小遊戲，俾大家都去認識啊，其實照顧咧就係一個過程啦，要俾心機，要俾時間，要俾耐性。咁個波到終點，大家開唔開心啊？成功啊嘛，係啦。咁其實照顧都係嘅，過程中有啲波浪，但係都過到去喎。呢啲位咧都值得去欣賞大家嘅。咁我哋咧今日都要問多大家少少問題，考下大家。咁但係都要大家幫手啦，因為 May 姑娘咧單詞唔夠啊。係啦，咁有冇人知道咧乜嘢係護老者啊？葉生有冇咩提示啊？你覺得護老者有啲咩特徵啊？譬如年齡啊，或者角色上？係啦，有3個俾大家揀下，邊個識答咯？第一，護老者就係長者啦。第二，護老者咧就係照顧緊55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嘅人。第三，護老者咧就係照顧緊60歲或者以上嘅人。你哋覺得邊一個先係護老者啊？知道？好快佢最尾嘅朋友仔舉手。C 定 D 啊 ？C 定係 B 啊？C 係咪？有冇人有其他答案？舉手。我哋不如數1、2、3舉手就快啦。嗱，邊個覺得係 B 嘅舉手？3、2、1。好，記得啦。好，咁邊個覺得係 C 啊？60歲。3、2、1，舉手。好咯。好，個答案係咩咧？答案係咩啊？葉生。就係 C 啦。係啊。係啦。點解咧？係啦，其實護老者就係講緊照顧緊長者嘅人。咁佢本人唔一定係長者嘅，係啦，可以係一啲啱啱出嚟讀書嘅學生，可以係住咗好多年嘅先生太太，可以係仔仔女女照顧爸爸媽媽，係啦，所以好多人咧都有機會去經歷成為照顧長者嘅人，即係護老者，係啦。咁又再問下大家啦，咁知唔知護老者喺中心入邊可以參加咩活動啊，或者服務啊？有咩護老者活動講一樣嚟聽下，舉手答。做運動，好嘢，林女。好。咁我哋陣間俾翻份紀念品嚟啦。呢個啊？好，咁啊，有冇人知道啊？其實護老者要做唔同嘅照顧嘅角色啦，照顧嘅工作啦，大家有冇諗到講啲乜嘢可以幫佢哋打下氣啊？
鼓勵佢參加下活動。仲有冇其他？例如係啲咩？即係佢可能覺得照顧得有啲辛苦，有啲壓力喎。講啲咩可以鼓勵佢咧？你得嘅，你得嘅，係啊，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鼓勵説話嚟嘅喎。係，咁大家覺得點解我哋要去關心佢哋咧？佢哋有啲咩地方我哋都值得欣賞㗎？佢哋照顧成點樣啊？辛苦。係，照顧上其實有一定程度嘅壓力喎。我諗大家如果最近有睇新聞咧，都有留意到有啲社會嘅朋友喺照顧上有壓力啦。咁但係其實佢哋照顧除咗係關心緊自己身邊嘅人之外咧，亦都係幫緊個社會嘅喎。如果佢冇去做照顧呢個角色，其實要去照顧就係社會嘅人士嘅咯，即係可能係要多啲俾錢去俾交稅啊，或者大家多咗人一齊排服務啊。咁所以咧，除咗係我哋去尊重佢哋去照顧嗰個付出，我哋亦都去認可啊，其實佢哋負起呢個責任咧，亦都係幫緊社會去照顧有需要嘅人嘅。好，咁咧，所以咧小總結啦，今日個照顧小確幸咧個主題就係想同大家講啊，如果你本身係照顧者，咁咧你就可以欣賞自己啦，即係同屋企人或者你照顧緊嘅朋友完成咗一啲嘅照顧目標，係值得欣賞自己嘅，係啦，咁咧就要加油幫你哋打打氣。咁如果你本身咧，其實我唔係一個照顧者嚟嘅，咁我都鼓勵大家聽過今日嘅分享咧，就可以多啲關心同欣賞身邊嘅照顧者啦。可能一啲少少嘅幫忙都好好噶咯喎。譬如咧，就係嗰個屋企人兩隻手仔咧都推輪椅，咁佢仲有冇手去開大門啊？冇手噶咯喎。咁如果你哋見到幫佢開一開門，或者幫佢話俾保安知嘅話，佢就可以順利入到去咯，係咪啊？咁都希望大家咧，即係可以鄰里之間又好，咁街坊又好，多啲少少嘅關心咧，其實就可以嗰個社區更加和諧啦。好，咁我哋今日嘅照顧小確幸就分享到呢度啦，我哋就去聽下今個月有冇啲咩活動啦喎。咁我哋先會去介紹一下咧，係一啲特色嘅活動同一啲海報嘅，咁大家就可以先睇一睇出面嘅。好，咁第一個活動咧就係自在有你家屬活動啊，咁就係7月22號星期六下晝2點半到4點半喺家豐台嘅。咁呢個活動咧就係俾翻認知障礙症嘅照顧者啦，咁就會同大家去分享一啲社區資源，同埋咧會一齊傾下偈嘅，係費用全免。如果想參加咧，就可以打翻家豐台嘅電話揾林姑娘啊。好，咁第二個啦就係剪髮活動啊，咁嚟緊嘅剪髮咧就係7月29號星期六下晝2點3到4點3啊，咁就係由呢個海報嘅活動應該未必喺大家個月信度，咁我哋重點講咗先，係啦，大家就留意翻啦，陣間有咩咧可以再問下姑娘嘅。咁啊，再講多次，剪髮活動咧就係嚟緊7月29號星期六下晝2點3到4點3，咁咧就由義工幫大家剪啦，就收5蚊嘅。咁咧就係6月26號開始可以喺中心買飛，名額40個，參加者咧要嗰日先洗咗個頭，先剪到個靚頭嘅，同埋剪頭髮唔好
整污糟塊面咧，所以大家嗰日要戴口罩過嚟。好，咁另外都係繼續睇翻出邊嘅海報，奶粉啦，咁就會係8月16號星期三下晝2點半到4點，咁就喺都係彩虹呢邊啦，可以係護老社啊、中心會員或者進會會員都可以參加，入場費咧都係3蚊，咁就係會有加營素、活力加營素、低糖加營素同怡寶康。咁咧今日就可以喺中心買飛買3蚊嘅入場費㗎。好，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係口琴音樂與肺部健康嘅，就係6月9號星期五上晝10點半到11點半，咁就會有15至20個嘅名額咧，就會由世界口琴大賽嘅冠軍啊李俊岳先生咧，佢咧就去教大家嘅，去分享佢即係吹口琴同肺部健康嘅嗰個關係之外咧，亦都係會去講下點樣去做呼吸練習嘅。咁咧大家咧就今日都可以開始打嚟報名㗎啦。如果之前參加過音樂啟示錄咧，就可以優先參加。咁都因為吹口琴啦，即係要除口罩啦，咁大家嚟到嘅時候咧，就保持少少社交距離咁啦。好，再繼續今日海報嘅活動啊！抒情畫意在彩虹啊！7月7號到8月25號，逢星期五上晝10點到11點，咁就有8個名額，就係俾翻輕度或者中度嘅認知障礙症中心會員，係啦，即係自有醫社嘅參加者，咁就會有和諧粉彩嘅導師教大家去畫和諧粉彩，係免費嘅。咁咧有想報名咧，就可以揾蔡生。好，跟住到正中紅心飛鏢班2，係啦，6月6號到8月8號，星期二上晝10點到11點，咁就會可以俾翻中心嘅男性會員或者護老者去參加，10個名額，全面去學飛鏢。好，時事分享時間銀行彩虹中心分行啦，咁咧就會有第1次嘅簡介會，就係嚟緊6月8號星期4上晝10點到11點半，咁有興趣加入做時間銀行嘅義工咧，都可以嚟聽呢個簡介會嘅。好，繼續都係海報時間。健康起動站，咁咧就會透過一啲身體檢查啊、量血壓啊，亦都會有一個運動嘅檢查，就係 InBody 啦、驗血糖啦，俾大家早啲知道自己個身體狀況。咁有25個名額嘅，就係嚟緊6月19號星期一上晝8點半到9點半。咁啊，收費係5蚊，係啦，咁就可以向阿蔡生報名嘅。咁啊，提一提，因為要驗血糖啊，一啲健康指標嗰啲咧，活動前2個鐘咧係唔可以食嘢嘅，如果唔係會影響嗰個結果。好，繼續都係海報時間 ，DIY 天然驅蚊膏工作坊，咁咧就由長者學院發展基金贊助啦。就係7月5號下晝1點9到3點，咁咧就唔喺呢度上堂啦，喺附近聖公會聖本德中學度上堂嘅，咁就20個名額，係啦，唔使錢嘅，咁咧就會教大家去整驅蚊膏，天然嘅驅蚊膏，咁就有啲同學仔一齊教大家去整驅蚊膏啦。
咁今日咧就已經可以登記㗎啦。截止登記咧就係6月21號。如果太多人報名咧，就會抽籤嘅，抽籤就會係6月24號，係啦。咁就如果真係抽籤中籤咧，就要喺6月30號之前咧帶會員證嚟中心。好，我哋繼續翻海報時間啊！江花擴香專班，咁咧就係6月20號星期二下晝3點到4點，繼續都係喺聖本德中學嗰度上堂嘅，咁就會有10個名額，收費咧就30蚊，咁就會教大家點樣用乾花同埋石膏粉去整一個擴香磚，就可以擺喺屋企度裝飾啦。咁就好似嗰幅圖咁樣嘅，係啦，有啲花有啲磚喺度。咁咧就留意翻啦，去到6月12號就截止報名。如果太多人報咧，就14號會抽籤。咁啊，17號前就要過嚟俾錢報名。好，再嚟海報時間，劍擊體驗工作坊，6月24號，咁就下晝2點到4點喺聖公會聖本德中學嗰度啦，有8個名額，收費30蚊，就會大家一齊玩劍擊啊，試下呢啲新運動啦。咁亦都係今日開始可以報㗎啦，截止咧就去到15號。如果太多人報咧，就17號會抽籤。咁咧有結果就要喺22號之前咧過嚟俾錢報名啦。好，咁啊，再之後咧就係提防網上假信息，教你變得更精靈嘅講座啦，就係6月28號下晝3點到4點半啊。咁喺彩虹呢度會同大家去講下點樣去分上網嘅資料真定假啦。咁咧就今日就可以去報名㗎啦。有興趣都可以問阿葉生嘅。好，咁咧就要再聽下啦。海報時間，星期5手機諮詢日啊，咁就係6月同7月嘅星期5咧，下晝2點到5點喺彩虹呢度隔離有個電腦 iPad 角嘅，就會有阿葉生同大家去講下用手機啊，用 iPad 有啲咩疑難唔明嘅地方咧，都可以問阿葉生嘅。不過假設如果係問到內地健康碼或者係入邊嘅零件有狀況呢個部分咧，喺今次活動就未做到住啦。咁啊，每次就可以有6個名額。好，咁啊，再嚟啦，4月到6月嘅開心生日旅行日啊，咁咧就會係去呢個8樓機場核心計劃展覽中心嗰度去影相啦。亦都會去葵涌獅座酒店金林間嗰度去食呢個自助午餐，有90分鐘嘅時間嘅，亦都會去遊覽呢個御景灣啦，睇下呢個天然嘅300灣，佢嘅商場啊，嗰啲長廊教堂咁樣嘅。咁日子咧就6月28號上晝9點到下晝4點3。有58個名額嘅，咁啊一個會員就可以帶一個屋企人參加。咁如果係唔係生日嘅會員咧，就額外有名額嘅話，職員先再通知係咪可以報到啦。咁收費咧就係170蚊，生日會員咧就可以減呢個優惠就係10蚊，咁即係160蚊。咁啊集合地點咧就會係彩虹或者嘉豐台啦。去到真係成功報名咧，咁啊同事就會再同大家講㗎啦。咁報名方法咧就係去到6月7號之前，大家都可以打嚟中心度報名登記嘅。如果係超咗名額，6月8號就會去抽籤。咁如果中咗籤嘅人咧，
9號到15號咧就要帶會員證過嚟報名俾錢㗎啦。好，都係海報時間啦。專陽暖漫星嘉年華，今年專陽咧就會搞一個嘉年華，咁就係6月10號星期六中午12點到5點喺彩虹呢度咧，有大家，亦都有學生，有社區嘅婦女街坊，咁一齊去玩攤位遊戲，去認識下端午嘅文化啦，係啦，希望大家都認識多啲，咁啊唔收費嘅。而家咧已經可以報名㗎啦，咁啊如果有印仔嘅話，儲齊咧就有咁啦。好，咁啊再嚟啦，請你飲朱古力奶，幸福火把朱古力奶製作體驗啊！咁亦都係喺端陽個嘉年華嗰度咧，就係同一日6月10號下晝12點半到4點半喺彩虹中心嗰度咧，就會有義工去教大家整呢幅圖上面嘅朱古力奶啦，咁大家有興趣又可以陣間登記啦喎。好，6月15號咧就有個午間電影播放會啊，咁咧就下晝2點到4點鐘啦，8至12個名額。咁啊，大家喺呢段時間就可以一齊去睇一啲懷舊嘅電影啦，一齊去傾下偈啦。咁如果有興趣，又可以報名或者問下葉生嘅詳情啦。再嚟咯，好，再嚟咧，我哋就可以睇而家手頭上嘅月訊咯喎。係啦，咁我哋見到手頭上嘅月訊咧，啱啱就已經講咗個主題咧，就係照顧小確幸啦。咁都係同大家去講翻啊，可以去欣賞自己照顧上嘅付出，亦都可以去欣賞身邊嘅人啊，去做一個照顧嘅角色。咁大家就可以再詳細睇啲內容啦。咁隔離嗰版喎，隔離嗰版咧就係7月嘅主題，就會係7月月會再同大家講嘅。咁而家咧就會先同大家講下第4頁開始啦，提翻大家，下次月會咧就係7月4號，7月4號咧嘅都係同樣時間啦，朝頭早就係10點到11點，下晝咧就係2點到3點，咁咧大家就睇翻你想報邊一個月會嘅時間啦。咁我哋就再嚟咯，再嚟咧就係隔離第5頁啦。第5頁就係同大家講翻啊，有啲人事嘅變動啦，詳細你可以再睇翻個資料。咁咧同埋我哋咧有之前開咗會去問大家對服務嘅意見，呢啲意見咧都喺衣房係啦，近住廁所嗰個報告版咧可以睇到。咁如果大家都想留個紀念或者再睇翻詳細資料咧，我哋都擺咗喺門口嘅，陣間大家可以攞嚟睇。好，跟住再後一頁第6頁。好，第6頁。咁樣咧，第6頁咧就係講翻我哋會有社署制定咗一啲服務質素標準啦。咁啊，標準1咧就係講翻我哋係會清楚列明一啲嘅資料啦。咁呢度咧呢啲資料咧，其實都係大家喺中心開放時間咧都可以問翻接待處嘅同事去攞翻嚟睇嘅。咁有興趣又可以再問同事啦，跟住再第7頁啦，第7頁就開始去講活動啦喎。咁第一個咧就係護老者嘅活動啦。好，咁嚟啦。咁而家咧呢度咧就係咧就講關於護老者支援服務嗰度啦。首先咧就係咧可能有啲咧輪椅嗰啲咧或者復康用品嘅檢查站啦。咁咧就係7月20號咧星期4嘅，咁就係下午2點鐘至4點鐘。
咁咧就可以咧就可能大家如果有啲輪有啲咧就可以推過嚟咧中心嗰度咧就俾家姑娘啦或者相關嘅同工咧就幫手去收嘅。咁咧就係費用全面嘅，咁咧 total 咧總共有12至15位嘅名額咁樣。好，第二個啦，就係叫做咧情緒來敲門啦。咁咧就係呢個活動咧，就係即係透過一啲大家同一啲護老者啊，或者大家一齊咁樣分享一啲嘅經歷啦，咁樣啦，去大家可能建立一啲嘅人際關係啦，或者大家互相咁樣扶持嘅。咁咧個時間咧就會逢星期六啦，6月24號、7月8號、15號同埋8月5號嘅。咁咧就係下午嘅3點至4點半啦，就喺嚟翻嚟中心嗰度。咁咧費用就全免嘅。咁咧點樣可以參加咧？咁就可以喺今日咁樣啦，就打電話咧去嚟呢度中心咁樣去報名登記嘅。咁下一個啦，就係頭先啱啱咧都有講啦，蔡生嗰個訂飛標係啦，正中紅心嗰個啦班啊。咁咧就係咧佢就對象咧就係10位嘅男性嘅會員嘅，咁樣咧就大家就可以咧，即係如果有啲男性嘅會員咁樣啦，就可以咧嚟玩訂飛標啊。咁蔡生咧就會教大家嘅，咁咧費用都係全免嘅喎。咁咧就係逢由7月18號開始啦，去到9月26號嘅，逢星期二嘅。好，好，跟住咧再落嚟啦，就係護老者勤運動啊。咁咧就係咧由一啲咧，即係有一啲咧好專業嘅體適能教練啦，咁樣就會教大家啦，可能喺出邊咧會有嗰啲健身國嘅，咁樣就教大家咧點樣玩啦。咁咧就對象咧就10位嘅護老者啦，係啦。咁咧但係要收費喎，就80蚊啦。咁咧就逢由7月28號開始，然之後逢禮拜五咁樣進行嘅。咁咧就係早上嘅9點至到11點鐘啦，2個鐘咁樣嘅，都係嚟翻彩虹中心，係啦。咁第二個啦，就係唔知大家有冇玩過禪畫呢樣嘢啊？咁咧就係蔡生嘅禪畫啦。咁咧就係逢禮拜六嘅，由7月22號開始啦。咁咧就係個半鐘，2點去到3點半嘅。咁樣透過咧就係玩下禪畫啊，咁樣即係大家陶冶性情啊，咁樣然之後就可以即係可以放鬆下咁樣啦。咁咧就大約就有7堂嘅，咁就全部就35蚊一位咁樣。好。之後咧就係咧認知刺激小組啊，就係家姑娘嘅。咁咧就係呢個有啲咩嘢咧嚟咧？咁咧就其實係用一啲嘅認知刺激嘅治療啊，咁樣為一啲咧認知障礙嘅人士而設嘅。咁呢啲咧其實係一啲透過一啲嘅可能一啲嘅小活動咁樣啦，咁唔需要食藥物咁樣嘅，但係就可以避過藥物啊咁樣啦。去令到佢哋可能有一個多元化嘅一個訓練啊，咁樣同埋令到佢哋可能喺一啲社交生活上啊，或者可以推延佢嗰個認知障礙症。咁咧，咁個對象咧就係有6位啦，初期或者中期嘅腦退化人士嘅，咁就50蚊嘅。咁咧點樣參加咧？就可以咧今日起咧，然之後就可以咧打電話咧去中心嗰度咧就登記嘅。咁咧就有14堂。好，之後就係610義工支援服務啦。咁呢個咧究竟係啲乜嘢嚟咧？咁樣中心咧都想即係邀請大家啦，就成為義工啦，可以咧就為一啲認知障礙症嘅患者啊同埋佢哋屋企人咁樣啦，就即係可能打下電話啊，或者提供一啲嘅支援啊，上門探訪睇下原來你哋有啲需要嘅喎，咁樣即係可唔可以幫下佢哋啊？好，係啦。咁如果大家咧想咧做呢個義工支援服務咧，都可以咧打電話嚟中心咁樣啦，揾周姑娘咁樣，然之後大家可以即係周姑娘就會為大家即係有一個嘅即係評估啊，睇下你適唔適合啊。好，之後咧就係慎防跌倒啊，係家姑娘嗰個嘅。咁其實咧佢就係一個。即係類似係呢個活動咧，就可能講解啊，譬如家居嗰啲有時候好容易會跌到一啲成因啊，即係譬如話，即係個地板好滑啊，之類嗰啲嘢啊，咁樣同埋教大家，如果假設真係跌到嘅話，有啲咩動作或者有啲咩預防嘅措施可以進行咧，咁樣同埋如果真係跌到嘅話，可以點樣可以正確咁樣去幫佢哋咧去治療啦，或者處理一啲傷口嘅。咁呢啲咧就係費用全免嘅，咁亦都係啦。咁呢個講座咧就由衛生署處長嘅一啲嘅外展隊嘅講師負責啦，咁咧可以即日咧，啱啱完咗之後咧就可以登記㗎。
咁另一個嘢都係加姑娘嘅，就係咧認識呢個認知障礙工作坊啦，都係好簡單咁樣，即係教大家認識乜嘢係認知障礙啊，同埋點樣可以同呢啲認知障礙嘅會員咧去溝通嘅，咁樣都係費用全面嘅。咁名額就20名啦，咁可以咧，亦都可以而家開始咧就可以登記嘅。跟住另一個就係一個骨質疏鬆嘅，即係呢個症狀咧嘅講座啦，咁樣啦，即係就有邀請到都係頭先衛生署署長嘅，係咪衛生署署長長者健康外展隊嘅講師去講嘅，係啦，咁咧亦都係費用全面喎，咁可以咧大家即係完咗之後咧就可以去登記啦。另外就係6月嘅照顧茶廳啊。即係一啲咧音樂嘅中心咧，可能咧會有一啲即係之後啦，可能會有啲咖啡機啦，或者有啲小遊戲啊咁樣啦，大家就可能係可以嚟中心啦，咁樣可以傾下偈咁樣，大家互相交流下咁樣啦，都係費用全面嘅。咁亦都可以一陣間去嚟中心去登記啦。咁日期咧就係6月24號禮拜六嚟嘅，就係2點鐘至到4點鐘。好，同一樣嘢嚟嘅，不過咧呢個咧就係8月，都可以喺一陣間登記嘅。好，咁去到第12頁啦，就係認知障礙症嘅支援服務。咁第一個咧就係彩虹自由秩序，6月30號咧就蔡生喺下晝2點半到4點，同大家去即係做下運動啊、現實導向啊、玩下遊戲啊、煮下嘢食啊。咁呢個咧就係俾翻8個至10個已有醫社嘅參加者或者畢業生參加嘅。咁啊，彩虹自由秩序7月啦，7月28號咧繼續就蔡生下晝2點半到4點嘅時間同大家再做聚會啦。下邊啦，抒情畫意在彩虹啊，呢個啱啱喺海報都有提及過嘅，就係7月7到8月25號上晝10點到11點去玩和諧粉彩。隔離嗰頁第13頁。和諧樂園在家風，咁就會係林姑娘喺7月6號至到8月24號星期四下晝3點45分到4點45分，咁啊有導師去教大家去畫和諧粉彩啦，都係俾翻有輕度或中度認知障礙症嘅會員嘅，費用全面。好，6月自在有你家屬月聚。咁就會有林姑娘同大家喺6月17號下晝2點半到4點半咧，喺家風台同大家分享一啲社區資源嘅知識，咁就係俾翻有認知障礙症嘅屋企人。咁咧7月自在有你家屬月聚，咁就係7月17號下晝2點半到4點半，都喺家風台嘅，會同大家去講一啲認知友善嘅屋企環境佈置啦，點樣保持家居環境安全啦，咁會有職業治療師謝姑娘同埋林姑娘嘅，咁都係俾翻有認知障礙症照顧緊嘅屋企人啦。好，後面嗰版咯喎，後面嗰版第14頁，家風自有秩序6月。就李姑娘喺6月17號下晝2點半到4點半，就會俾翻自有醫社嘅參加者或者畢業生喺2點半到4點半嘅時間去玩一啲小遊戲啦，傾下偈啦。下邊自有秩序7月啦，繼續咧就係同樣內容，不過就係7月22號嘅。好。隔離嗰版其實平時都有出現，同大家講一講啦。自有醫社同行計劃咧，就係俾翻有輕度到至中度認知障礙症嘅長者，咁就會定期過嚟參加啲小組活動啦。咁咧亦都會有職業治療師、護士同埋社工咧，同大家去做一啲定期嘅訓練。咁希望咧就可以去做多啲認知嘅刺激活動㗎。咁有興趣都可以再問翻家風台林姑娘嘅。好，咁我哋再演咯喎，去到後邊第16頁
23又同我哋講下長者學院嘅活動咯喎。好，長者學院嗰度啦，咁呢度見到有好多班嘅喎。咁首先咧就係英語文法班咁樣啦，就係逢星期一嘅，咁咧全期就有8堂啦。咁就係早上10點至到11點3。咁咧就係咧費，如果咧中心或者加進會會員咧就80蚊嘅，咁如果假設咧社區會員咧就90蚊。第二個就係咧活學日常英語啊，係星期一嘅，每堂即係每期8堂啦。咁就係11點半咧至到咧下午咧12點9嘅。咁咧個費用咧同上邊嗰個一模一樣，都係如果假設中心或者進會會員咧就80蚊，社區會員咧就92蚊。好啦，另一個咧叫做咧文精明行書集唐詩係啦，咁即係唐詩嗰啲啦，學嗰啲唐詩啦，咁咧就又係每期8堂嘅，咁咧就係下午2點鐘至到3點半嘅，咁咧中心同埋進會會員咧就226蚊，係啦，咁如果社區會員就260蚊，咁之後咧就係寫意花鳥國畫班。咁咧就係咧逢星期一嘅，咁咧就係下午3點35分去到咧下午5點05分。咁個收費嗰度咧就係中心或者進會會員咧就243蚊，咁如果社區會員嘅話就280蚊。好啦，之後一啲就係做運動嗰啲啦，就係拉筋健體班，有分嘅，有時段一呢個班咧就係咧又係每期8堂，就係朝頭早嘅10點至到11點鐘。咁如果假設中心或者進會會員咧，就會係130蚊，咁社區會員咧就150蚊。第二段時段啦，就係咧講緊咧就係11點3去到12點3，就係130蚊同埋呢個150蚊嘅。好，另一個咧就係集體舞班啊，即係跳下舞咁樣啦。咁佢就係逢星期四嘅，咁都係有8堂啦，就係下午2點鐘至到3點半嘅。咁咧就係收費咧就係咧中心會員同埋進會會員咧就會係240蚊。咁然之後，如果社區會員嘅話咧，就252。好啦，之後就係行書書法班，就係逢星期一嘅，就係亦都係啦，每期8堂啦，就係咧9點3去到10點9嘅。咁咧就係如果中心或者進會會員咧就199蚊，如果假設咧社區會員就228蚊。咁之後又係另一個啦，你會見到呢個書法班有分2個嘅，咁另一個就係中班啦，咁應該按程度啦，咁係啦。咁咧就係逢星期一嘅，都係咧早上11點鐘啦，至到下午嘅12點半。咁中心或者進會會員咧就199蚊嘅，咁社區會員就228蚊。好啦，之後啦就係塑膠彩班啦，即係畫畫啦。咁咧就係逢星期三嘅，都係每期8堂。咁咧就係10點至到11點半。咁咧如果中心嘅話或者進會會員咧就係250蚊，如果社區會員嘅話就260蚊。好啦，之後咧就係基礎素描班啊，係啦，就星期一嘅都係8堂啦，就係下午1點鐘啦，至到下午就2點半啦。咁咧就係俾一啲中心同進會會員嘅話咧就210蚊嘅。咁樣假設社區會員咧就234蚊。跟住咧就係太極劍班啊，楊家32同埋42式啊。好啦，就係咧呢個就係逢星期四啦，就係咧都係有8堂嘅，就係咧上午咧11點鐘啦，去到下午嘅12點鐘。係啦，咁咧就如果假設咧中心或者進會會員咧就係120蚊啦，如果假設咧就係社區會員嘅話就138蚊嘅。之後就係太極線，係即係嗰一盤線嗰啲24式。好啦，咁就係咧逢星期四嘅就都係有8堂啦，就係咧早上10點鐘至到都係11點鐘1個鐘係啦。咁咧就係中心或者進會會員咧就係120蚊啦，係啦，社區會員咧就係138蚊。跟住咧就係基礎游力球班啦，係啦，咁呢個游力球班咧就係咧都係逢星期三嘅，就係下午1點鐘至到3點鐘玩2個鐘，係啦，就有8堂嘅，就係咧就係如果中心同埋咧進會會員咧就140蚊，係啦，如果假設咧社區會員咧就160蚊啦。咁之後咧就係國畫班咯喎，呢個國畫班同前面嗰個有唔同㗎，係啦，咁就逢星期五嘅就咧早上咧9點3去到咧10點9，咁咧收費嗰度咧就係咧中心會員或者進會會員咧就係240蚊，係啦，社區會員咧就268蚊。之後咧就係行書書法研習班啊，應該再高階啲嘅。
咁咧就係咧逢星期五嘅，咁咧就係咧早上11點鐘去到下午嘅12點半，係啦個半鐘，咁咧就係收費嗰度就240蚊嘅中心會員、進會會員。之後就係聲樂研習班，係啦，就咧逢星期五嘅8堂，就係咧都係個半鐘，早上10點鐘至到11點半咁樣啦，收費咧就240蚊嘅。咁之後咧就係、哇！呢、個就係跆拳道班啊，打拳啊，咁咧就係咧逢星期二嘅有8堂啦，就係咧9點半啦去到10點半啊，上1個鐘嘅啫，係啦，有8堂嘅，咁咧就係收費就138蚊。之後就係二胡班咯喎，係啦，逢星期五嘅下午1點3去到2點9，咁收費咧就係112蚊8堂，係啦，跟住就係插花班啦。咦？依、個講嚟你問得真係好啊！第一樣呢個咧恆常活動嚟㗎，係啊，可以隨時報名都得㗎。係啦，不過都要問翻同事有冇位先嘅。係啦，因為呢啲咧其實全部都係啲恆常活動，即係活動嚟嘅。本身家風台嗰啲都有㗎，係不嬲都有嘅，係啦。咁所以就冇講到話究竟係幾多月份嗰啲啦。咁之後咧就係插花工作坊啊，係啦，就逢星期六嘅，咁就得2堂嘅啫，就係2點至到3點半嘅，咁收費咧就係290蚊。之後咧就係如果大家中意唱歌嘅話，就係嗰啲金曲啊、名曲啊、唱歌班啊、唱家班啊，咁就係咧由下午嘅4點3去到5點9嘅逢星期五，咁樣收費咧就係240蚊啦，就8堂嘅。咁之後啦，就係嗰個天然 DIY 驅蚊膏工作坊啊，就係阿冼生嗰個啊，嗱咧，咁呢個咧就係7月5號啦，咁星期三嚟嘅，就咧下午咧就1點9去到3點鐘，去聖本德中學，咁到時候咧有導師咧教大家一齊咧同中學嗰啲同學仔一齊整嗰啲咧驅蚊膏，因為夏天都好鬼多蚊啦，係啦，咁咧就對象咧就20位嘅中心會員啦，係啦，咁然之後咧費用咧係免費嘅，不過得1堂。啫，咁如果點樣可以參加咧？就係咧去中心一陣間報名就可以得㗎啦。咁之後咧，同埋中國歷史名人班啊，如果大家啲話幾中意聽歷史啊、聽古仔嗰啲啦，呢個啱你啦，就會講解即係譬如孔子啊、孫中山啊一啲咧中國一啲嘅，即係對中國有貢獻嘅人同埋佢事蹟咁樣，即係當聽故事啦咁樣啦，可以聽下嘅。咁咧就係下午4點至5點鐘聽1個鐘。咁就係咧，逢星期五啊，由7月7號開始去到8月25號嘅逢星期五，係啦。咁對象咧就係15位嘅中心會員啦。咁如果中心會員嘅話就70蚊咁樣，就8堂咁樣咯，係啦。咁到時候就都可以出去登記嘅。呢個咧就係啱啱有講過個劍擊班嗰個彩虹長者學院嗰個，有興趣嘅話都可以一陣間去報名嘅。係啦，之後咧就係啱啱都有講過嗰個光花班啦，咁樣啦，都係冼生嗰個啦，係啦1個鐘嘅6月20號星期2咁樣啦，都係同聖本德嗰啲同學仔一齊，即係整下嗰啲礦香磚啊嗰啲，即係類似一啲蟬，即係嗰啲即係燒嗰啲蟬嗰啲，係啦，驅蚊嗰啲嘢都差唔多。咁另一個咧就係嗰啲咧叫做阿江山嘅，就係一個小夜燈，太陽能小夜燈，即係類似係一啲嘅。燈仔嘅裝飾咁樣啦，咁樣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一陣間去登記嘅。咁個活動咧就係6月27號星期五嘅，咁就係下午啦，2點半至4點鐘啦，都係去聖本德嗰度就同啲同學仔啊嗰啲一齊玩啦。咁咧費用就30蚊1堂咁樣啦。咁之後咧就係咧家風台嗰個嘅基礎電腦操作高班啊，咁呢個咧應該係俾一啲咧係之前有報讀過家風台一啲嘅電腦班嘅同學仔啦，佢哋會最主要可能就會教大家點樣即係一啲可能檔案管理啊，但係或者雲端備份，但係呢啲就應該係俾一啲即係可能本身都有用過電腦啊嗰啲，即係比較高階少少嗰啲啦。咁咧就係邀請咧15至16位中心會員啦，或者社區會員嗰啲啦。咁就係由6月8號至到8月17號嘅逢星期六嘅，係啦。咁咧就費用30蚊啦，就有10堂嘅。咁就有另外一啲人士即係呢位女士就喺度搞啦咁樣。參加辦法咧就係咧，如果假設咧本身咧頭先有講啦，本身如果有報開家風台嗰個電腦班咧嘅初級班嗰啲人咧，就會係優先去報名嘅咁樣。
係啦，呢個咧就係更加高階版本啦。不過咧，呢個即係頭先同上面嗰個活動咧差唔多。不過呢個就教一啲文書嘅一啲嘅軟件啊咁樣啦，係啦，都係同樣時間嘅。不過咧就變咗係咧上午11點至到下午12點半咁樣啦，收費一模一樣嘅，都係10堂嘅。好，之後咧就係咧阮姑娘嘅中文進階班啊，就透過咧可能咧即係唔同嘅，即係譬如唔同嘅語言啊或者之類嗰啲嘢咧，就學習中文啊咁樣，可能即係提升大家老友記，即係對於中文即係啲中文博大精深啊，一啲字由來啊，啲好多嘢咁樣都即係當係可以聽古仔，又可以了解背後歷史啊，嗰個演變之類嗰啲嘢啦。咁咧就係每位30蚊啦，就由7月7號去到8月25號，逢星期五係啦，就2點3去到3點9就嚟翻中心啦，咁樣係啦，咁就全期就8堂，有興趣都可以一陣間去登記報名嘅。好，隔離第23頁啦，義工嘅活動，咁啊嚟緊咧就會喺6月8號彩虹樓長委員會2開會啦。咁就係葉姑娘啦，就會同樓長去傾下最近嘅情況啊，檢討下5月嘅樓座組啦，傾翻咧端陽送湯嘅狀況安排啦，亦都會問下啲時間銀行嘅諗法嘅，咁啊留意翻就係彩虹村嘅樓長代表啦，咁啊葉姑娘會再打俾大家出席嘅。咁另外就係接待義工聚會1啊，阮姑娘就會喺6月15號下晝2點到3點3嘅時間同大家有個聚會啦，玩下遊戲，咁啊俾翻接待義工嘅。好，後邊嗰頁咧，啱啱個海報嗰個環節咧都有同大家講過，咁啊彩虹都會開呢個時間銀行，咁大家有興趣咧就6月8號10點鐘過嚟中心度聽啦。好，咁啊，再嚟社交及康樂活動，咁啊第25頁嘅，咁啊玩具圖書館6月啊，就李姑娘咧喺6月6號、13、20、27號嘅星期二，下晝2點到3點喺家風台咧，去教大家玩一啲桌上遊戲，咁啊中心會員啊、社區會員、聚會會員都可以參加，費用全免嘅，咁咧就。7月都會有呢個活動，咁就係都係星期二嘅，咁啊7月4、18同25號。下邊啦，晨早挑戰站6月，咁咧展生咧喺6月中心開放上晝嘅時間咧，大家今次就唔係拋樽啦，就係玩疊羅漢，係啦，鬥快搭啲杯，咁咧就係到時當值義工咧就會再話俾大家知點樣玩嘅啦。咁咧頭10個就會去到龍虎榜，有獎勵嘅。好，後邊嗰版第26頁，星期5手機諮詢，咁啊葉生咧就會喺聽日開始，逢星期5嘅下晝，咁啊2點到5點咧就解決大家嘅疑難啦。啱啱海報都有講過啦。下邊玩具歡樂聚6月。咁啊，方生咧就喺6月嘅星期1咧，下晝2點到4點半，喺彩虹咧就會同大家一齊去玩一啲益智嘅玩具啦。咁啊，24個名額，費用全免嘅。咁啊，唔使話全部都出席晒嘅。咁啊，5間電影播放會啊，啱啱海報都有提及過，大家有興趣就可以過嚟一齊睇下啲經典嘅電影啦。隔離第27頁，開心生日旅行日啊，6月28號，咁啱啱都提及過㗎啦，咁大家留意翻一啲日子啦，係啦，如果成功抽中籤，幾時要報名？係啦，呢啲時間就要再睇翻嗰個月訊啦。下邊啦，愛笑瑜伽6月至8月，就係江生咧喺6月6號、7月4、8月1嘅星期2，下晝4點到5點，有愛笑瑜伽嘅義工咧，佢帶大家去玩下呢個運動啦。咁啊，名額30個，係啦，費用全免嘅。咁啊，未參加過嘅優先係啦。後邊嗰頁。就葉生同大家講下咯
好，跟住咧就係健康及生活呢個裏邊嗰度啦。首先咧就係咧又係呢個健康起動站啊，蔡生啊就會咧邀請一啲咧即係邀請大家就過嚟咧就量下血糖啊、血壓咁樣做一個詳細嘅一個嘅基本嘅身體評估啦。到時咧會有一個咧註冊嘅護士義工啊就會幫大家嘅。咁然之後可能即係大家可能就檢測完之後啦，然之後就有一個可能有張紙仔咁記錄啦，咁樣係啦。咁咧呢個咧就係咧6月19號逢星期三嘅，咁咧佢就係咧早上嘅8點半至10點鐘，係啦。咁咧到時候咧，咁點樣去參加咧？就首先咧就係可以咧，啱啱一陣間咧就去中心去報名啦。咁費用咧就係5蚊嘅。咁咧但係咧頭先都有講過啦，注意喎，就係咧即係可能因為咧要驗血糖啊，所以咧朝頭早可能就唔好食早餐啦，咁樣係啦。係啦，咁之後咧就係7月嘅健康係啦，都係同樣嘅，不過咧就變咗係7月嘅啫。係啦，就係7月10號星期三嘅，都係同樣時段。好，之後咧就係咧蔡生嘅醒腦時刻啊，就同大家玩下一啲咧桌遊啦、棋類啦或者電腦等等嘅，咁刺激大家嘅身體啦或者大腦咁樣啦，令到大家開心啲玩下遊戲嘅。咁呢個費用全免嘅。咁咧就係由6月14號開始嘅逢星期三就有3次嘅。咁咧就係咧下午1點鐘至2點鐘，咁樣都可以一陣間咧去登記翻，如果有興趣嘅話。好，之後咧就係表達藝術輕鬆音樂啊，就係阮姑娘啦。咁其實呢個係啲咩嚟咧？咁即係其實音樂都係算係一種叫做陶冶性情啦咁樣啦。咁就由咧香港大學嘅表達藝術治療嘅同學仔，就同大家一齊玩下藝術嘅，係啦。咁咧呢個咧免費嘅，係啦。咁就係7月13號咧至到咧9月7號嘅逢禮拜四啦。咁嚟中心嘅即係時間咧就係早上嘅9點半至11點鐘。咁一陣間咧都可以咧，即係可以有興趣就可以登記啦。另一個咧就大家輕鬆跳下舞啦，咁樣啦，就係家風台嘅，咁咧就8堂啦。咁就係由6月21號至到8月9號嘅星期三啊，咁樣啦。咁就教大家跳下舞啊，練下心肺功能啦，咁樣啦。咁費用咧就係咧220蚊嘅，咁就邀請15至18位嘅中心會員啦，係啦。咁建議啦，如果想玩呢個嘅時候咧，就可能咧大家嗰啲啲咧，因為都做運動，咁可能都可以注意下啦咁啦。之後嚟啦，啱啱有講過嘅醒腦時刻啦，即係玩桌遊啊啲菜衫嘅，咁就係7月嘅，就係逢禮拜三係啦，咁都係免費啦，10位呢個中心會員。OK，跟住咧就係咧健康起動站啊，就係啱啱咧有頭先講話咧蔡生嗰個量血壓嗰個，不過咧呢個就變咗係家風堂嘅6月嘅，係啦，咁就6月28號禮拜三咁樣啦，都係一模一樣啦，費用嗰度都係5蚊咁樣。之後咧呢個咧就係健康管理計劃啊，咁其實咧就係教大家有一個咧註冊嘅營養師啦，大家咁樣即係講解下啊。大家日常之間即係一啲嘅，譬如飲食習慣啊，點樣可以咧改善啲，可以令到大家咧身體啦變得更加健康啲咁樣啦，係啦。咁呢個咧就係有9堂嘅，就係280蚊啦，就由呢個7月5號至到咧8月23號嘅星期三啦，下午2點半至到3點半喺家風台。好，之後咧呢個咧就係呢個下肢運動工作坊啊，都係家風台嘅。咁咧呢個咧就係教大家一啲下肢運動啦，點樣訓練肌肉啊之類啲嘢啦。咁咧就係有4堂咧，就係100蚊嘅。咁咧就係6月20號啦，至到7月11號嘅逢星期二嘅，係啦。咁都係啦，因為呢啲做運動咁，所以就注意翻呢啲即係衣着啊或者運動鞋着翻嗰啲啦。咁之後咧就係咧蔡生咧就係防跌運動齊齊喐啊！咁即係由呢個嘅雅培公司啦嘅教練啦，就教大家啦點樣話如果跌到或者點樣預防跌到咧，做一啲嘅運動啫，練翻啲嘅肌肉嗰啲嘢。咁咧免費嘅呢個就係6月29號嘅10點至11點鐘1個鐘嚟翻中心嗰度就得㗎啦。咁咧就名額就有15個，咁可以有興趣嘅話一陣間可以報名嘅。咁呢個就係體育個嘅諮詢站啦，都係有一個體適能教練咁樣教大家即係用出邊嗰個健身器材嗰啲啦。6位會員嘅係啦，咁就免費啦，係啦，咁就由呢個7月28號啦、8月11號啦、25號啦同埋9月10號，係啦，指定星期二嘅就會有個教練點樣教大家點樣用佢哋出邊嗰啲健身器材。
好，咁到後邊嗰版咯喎，第32頁就係一啲特別嘅計劃同大家去分享下啦。咁咧呢個就係金夢劇團2社區人和事時間沙漏啊，就會係8月6號星期日嚟嘅，係啦，分2場，下晝3點半到4點9，夜晚7點半到8點9，咁咧就會係歡迎任何社區人士啦，會喺創意藝術中心喺石硤尾 C 出口行5至8分鐘嘅，咁啊費用咧就60蚊，包車來回，同埋參加者有紀念品。咁咧呢個活動咧就係俾大家去即係參觀下啦，又回憶下睇下呢個劇團嘅分享咯喎。咁有興趣咧〜就可以揾翻家風台啊、紅衫或者董生嘅。好，咁隔離啦，33頁都係一個特別嘅計劃推廣啦。咁就係首先上面富足社區物品再生日，6月3號嚟緊星期六上晝10點到12點，喺欣潮浸信會地下嗰度咧。平富居嘅居民就可以會有啲物品回收啦。左邊利是封升級手工工作坊，咁就係6月1號今日下晝2點半到3點半喺嘉豐台平富區嗰邊咧，就會同大家去講下點樣用利是封去整一啲裝飾品。隔離啦，暖敷草球義工培訓計劃。咁就係6月3號到8月5號，逢星期六下晝2點到4點半，喺樂耕園綠色教育資源中心嗰度咧，就俾翻都係平富區嘅人士啦，就可以去試下呢個暖敷嘅培訓啊，去整一個草球咁樣嘅。到左邊啦，楊震時事分享6月簡介會。6月10號咧，嘉豐台嗰邊咧都會有個時間銀行嘅分享會嘅。好，再隔離咯，剪紙花工作坊咯喎，咁就6月20號星期2上晝9點半到11點咧，嘉豐台俾翻平富區嘅咧，亦都會係分享點樣去玩一啲紙花咯喎。好，咁樣咧，後邊就一啲基本嘅天氣安排啊，同我哋即係同大家講翻就係有個活動嘅代表啦。咁如果大家有時候都成日聽嘉豐台，唔知喺邊咧，最後邊嗰版咧，我哋都會有個位置，咁大家可以知道我哋有兩邊有嘉豐台同埋彩虹嘅。好，咁今日咧就唔該晒大家啦。咁我哋咧。陣間要去吸引翻咧，就揾接待義工啦。咁同埋今日嚟嘅參加者咧，我哋都會有口罩同埋個噴霧俾大家嘅。好，唔該晒。咁如果大家想7月咧，7月月會唔使報名啦嚇。7月